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。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好啦，这个代志是我的毋对，安尼会使无？通常查甫的若讲这句话，就代表代志煞。好啦，这个代志是我的毋对，安尼会使无？毋过查某的若讲这句话，就代表你空伊已经煞。有一对老翁仔某去日本佚佗，暗时住伫温泉饭店，困到半暝，老的雄雄把因某抱甲做掉。这辈子太短了。因某听到这句话，感动到要哭出来。这拢是缘分啊！什么缘分啊？是这皮箱底夹袂着脚啦！老公，我破病，我看爱买一个包包啦。啊是为什么啊？敢讲你毋捌听过包治百病哦？过一个啊，因翁对外口摕起块砖仔入啊。你要创啥？这叫做专治百病啊！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这小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续订来看。廖迪 Camber 每礼拜暗时6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